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这件事。台北市的前副市长彭真星，伊的太太昨日喺高雄的徛家跳楼死亡。彭真星伫要开庭进前接到消息，情绪激动，当场大哭，话讲我活咧，要有啥物意义？我是互冤枉的。啊，郭文摕的太太陈培琪，甲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主任陈志涵，嘛赶来高雄甲探视。啊，讲彭真星有讲伊进前认罪拼交保，是为着要互太太安心。即摆太太无得力咯，伊无顾虑咯，这是毋是表示讲彭真星要来还口供咧？律师讲，这进前的口供拢已经签名确认，若要还口供，就要阁提出着申诉证。穿乌西装、挂嘴安，前台北市副市长彭真星到高雄殡仪馆表情哀痛。郭文摕的太太陈培琪甲民众党的公职人员是对伫后壁。停留较无半点钟，一行人又阁出现伫殡仪馆的1楼。彭真星流喙暗，一直用卫生纸拭面，敢若有哭过。一直到警车离开的时，拢无讲话。陈生，你看完就要回台北了吗？来，不好意思。去念迄个陈培琪身穿乌色的洋装，表情肃穆，同款无讲话。今日一天，彭真星伫庭外痛哭的画面公开了后，事后陈志涵更加讲，彭真星有甲讲伊无收厂商的红包，伊犯什么罪？当初认罪是无要互太太烦恼，便面媒体更加曝光彭真星甲律师讲，即马太太无伫咧啊，伊无顾虑啊。如果被告翻供却无法具体说明理由，由于之前供词都已经经过被告签名确认，法官还是很有可能会依据之前的供词来定罪，而且由于前后供词不一致，会让法官认为犯后态度不佳，在量刑上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。今年1月合议庭，彭真星当庭强调，应该认的拢认啊，绝对未并口径。即马敢会提出新的事证，嘛成为外界关心的焦点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